可以用大拇指跟食指，真的哦，现在怎么没有了？哦，原来那是邓丽君的影像啊！按右上角3个点，按分享，复制连接有没有？复制连接，频道要用的，频道提供网址要用的，要分享进去内库，按来提供网址，你看看那网址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这样网址有没有一样？一样的啦。在看的时候再留言，因为手机使用者通常都是容易看到留言的位置，所以要分享再留言，然后说明哦不容易。你看，原来是观看影片的时候，大拇指、食指这样一拨，可以放大嘞。那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！哎呀，连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再按2下，再按2下，恢复，进步哎！这样设定好。还有到那个设定那边去放大，做放大设定也可以啊。对着这个画面按2下，不是2下啊，3下嘞。哦，原来是3下，可以放大，可以缩小，恢复。现在要看那个留言了，有留言了有没有？你按留言。哦，按留言可以连接。